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快速製作工作表目錄。喺 Excel 入面整一個目錄，加反連結去唔同嘅工作表，就可以免除手動揾分頁嘅麻煩。插入一個新嘅工作表，改名為目錄，係公式，選定義名稱，名稱中打入目錄，參照打入，按確定，打入，之後向下拉，按工作表名稱，就可以去到相關工作表。為方便返回目錄，可以複製目錄嘅連結。除咗目錄工作表，全選所有工作表。喺適當位置貼上目錄嘅連結。記得取消工作表群組設定，就可以快速返回目錄嘅工作表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